好來，鄉親啊，繼續來看台北大同區的泰源路有一間旅館，半暝啊4點外火燒厝，這旅客是驚精神，脫離51個人。啊，火燒厝的原因竟然是有旅客不婚，才引來着火災。但是迄個旅客第一時間並無通報，伊是坐客運車落跑，走去邦橋轉運站買車票，講要去宜蘭泡溫泉。警方趕到場抓人，用公共危險罪甲移送。火機日衝出來，規條巷仔是光瑩瑩。規間旅社攏烏煙，上人員舉手電啊，伫找唔敢答應。上人員出入坐分推車，起落落，就驚講有人去掉佇內底。他響了大約2-3分鐘，然後就有廣播聲音告訴我們，真的火警，然後大約在2樓、3樓那些地方就有一些濃煙了。通報以後，立刻派遣人車來搶救。他確認2樓有起火跟黑煙冒出，隨即我們部署水線入室搶救，然後我們幸好公疏散51人。今日透早台北市大同區泰源路一間旅社，警消人員發現講，這個火警無單純，敢若是有人放火。旅社攏燒起來啊！你走的車是安怎？互員警抓到的是，這個查甫人講話已經走到車頭啊，拍算要坐車離開。這個姓江的嫌犯，透早3點入去休困，佇房間內食薰無細字，引起火警。不過伊無隨通報，是坐計程車走去到邦橋轉運站，買一張要去宜蘭的車票，講要去浸溫泉，想不到等車的時候，警方抓到。期間，我們可能有發現他有這個抽煙的這個狀況，那我們有經過多次的勸阻，那事後是因為我們的這個消防的偵測器響了，那我們才知道就是房內的一些狀況，短期內我們可能暫時沒有辦法恢復營運。全案訊後依涉嫌公共危險案移送台灣士林地方檢察署偵辦。加在這個火真緊就拍花，無造成人員的傷亡，不過旅社的損失慘重。這個查甫人甲苦勸無效，閣想要走，到底是無張持的，還是刁工放火？火調人員愛閣調查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穎彤。想要來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的 YouTube 頻道。